熱烈掌聲歡迎衛詩雅小姐以及係呂爵安先生。歡迎兩位。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好榮幸咧，兩位係為我哋擔任呢個咁神聖嘅任務啦。咁啊，傾下偈先啦，我哋熱下身先。好啊。咁啊，首先當然同 Eden 傾下偈先啦。近年嚟咧 ，Eden 咧喺演員方面嘅角色咧做得非常之好啦，無論係電影啦、劇集都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自己亦都曾經有機會角逐金像獎嘅獎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分享下，今日有機會係擔任呢個重要嘅角色，去宣讀呢個提名嘅名單，個心情係點樣咧？前所未有咁緊張係當然十分之榮幸啊，所以好感謝有今次呢個機會，所以就一陣會好好咁樣表現。係，我都想問埋 Eden 咧，就係以往咧，你其實參與過金像獎啦，你都曾經或者年紀輕輕嘅時候都有喺電視睇過啦。有冇其實邊個獎項對你嚟講咧，你會特別留意嘅？特別留意啊？其實每一個獎項都別具意義啦。咁如果講今年我最留意咧，應該就係留意呢個最佳男配角。係點解？因為我嘅好兄弟阿 Stanley 咧係有份嘅， Okay. 即係有機會喺入面。咁所以希望一陣會有呢個好消息啦。係希望可以親口讀到你嘅兄弟嘅名字啊！冇錯。OK， 好，呢個時候就交俾兩位進行我哋嘅重要任務啦。好，咁就交俾我先啦。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提名：龔兆平《他年他日》，吳啟中《世外》，郭嘉希、李鎮傑 UFO 離奇命案，麥浚龍《風林火山》，舒淇《女孩》。恭喜以上各位！最佳音響效果提名：尋秦記石俊健，暴風追影黃燕偉劉貝兒，世外姚俊軒張文海，風林火山陸帕瓦列傑王普佩克克傑庫蘇達漢納瓦迪鐵烏扎納，蛟龍行動 James Aston。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提名：再見 UFO 崔展雄，世外周李婷 CM Groovy 馮詠琪，風林火山坂本龍一 Nate Connolly， 尋秦記陳光榮陳永健黎明朗，他年他日朱雲編。恭喜以上各位！最佳服裝造型設計：風林火山蘇柏傑黃執，尋秦記張兆康，象園弄原案吳理路，他年他日文念中蘇俊恩，蜀夢黃寶儀。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剪接提名：尋秦記黃海陸志浩，風林火山張淑平，暴風追影張一博，象園弄原案張淑平張一博，再見 UFO 許宏宇周元杜杜。恭喜以上各位！最佳編劇提名：再見 UFO 江浩恩錢小慧，私家偵探周文瑜，世外楊寶文，女孩舒淇， UFO 離奇命案郭嘉希、李鎮傑、何兆康、蔡嘉恒。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女配角提名：
衛詩雅，再見 UFO。滕麗明，尋秦記。鮑起靜，風林火山。惠英紅，水餃皇后。鄧濤，女孩不平凡。恭喜以上各位。多謝。最佳女主角提名：許欣怡，無名指。馬麗，水餃皇后。章子怡，醬園弄沿岸。陳法拉，屬夢。廖子瑜，像我這樣的愛情。恭喜以上各位。最佳導演提名：李子俊、周文瑜，私家偵探。吳啟忠，世外。陳可辛、韓瑞，醬園弄沿岸。梁柏堅，再見 UFO。舒淇，女孩。恭喜以上各位。多謝晒我哋兩位嘉賓，多謝晒衛詩雅同埋呂爵安 ，thank you。請兩位留步啊！呢個時候咧可以企中間咧一齊影張大合照先，感受到兩位嘅感動啊，亦都明白點解緊張。其實從來都唔係為自己緊張，係為佢哋身邊一齊共事嘅咁多位電影人緊張啊！咁我哋完整嘅提名名單呢，其實稍後咧都會喺社交平台嗰度咧係放上啦，大家都可以查閲翻。咁亦都我哋工作人員咧喺稍後環節咧都會俾一個名單咧係派發俾咁多位傳媒朋友嘅。Thank you，唔該晒兩位 ，Thank you，可以先就座啊，影張合照先。好，有請參位。好，我哋先係啦，我哋稍移玉步啦，喺度。我哋望埋後方，我哋嘅媒體朋友，好，跟住一齊咧望埋右手邊啊，跟住再望一望你哋嘅左手邊嚇。今日多謝晒咁多位到現場支持嘅朋友們啊。OK，thank you，好，三位留步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請咧就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嘅董事局成員咧，可以嚟到台前合照噶。有請副主席文俊先生，錢家樂先生。劉天蘭小姐、張繼聰先生、姜國文先生、黃寶珠小姐、唐慶之先生、黃海先生、韋啟良先生、余國亮先生，有請亦都多啲掌聲好唔好啊？大家，因為真係辛苦晒我哋一眾嘅金像獎董事局成員啦，每年咧都為我哋籌備。先 ，OK， 好，跟住我哋望去後方，我哋咁多位嘅媒體朋友，好，跟住我哋望埋右手邊啦，左手邊係左手邊 ，OK， 金像獎俾人一個好莊嚴神聖嘅感覺。其實今日一個咁輕鬆、咁興奮嘅日子啊，大家都可以嗌下。OK，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留步啊，咁多位。我哋咧想再請埋咧係一眾嘅贊助同埋支持單位嘅，包括係邵氏影城董事總經理陳偉文博士 ，Shell 董事總經理蘇愛玲小姐，普怡眼鏡助理總經理林文慧小姐 ，Food Panda 香港市場經理鍾曉賢小姐。Mastercard 香港及澳門市場部總監劉子峰先生 ，Graph 亞洲區傳訊部總監朱慧儀小姐 ，Managing Director of Region Hong Kong Mr. Michel Chantou， 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 ViuTV 總經理鍾廣德先生
影家娛樂行政總裁蔡鳳儀女士。Sensory Zero 先生。體研究所聯合創始人羅安怡女士。24 Bottles 品牌總監朱鳳儀小姐。領彩有限公司經理李家明先生。再次感謝咁多位嘅贊助同埋支持單位啊！好，我哋一齊面帶笑容咧，係望一望正。好，俾個 like 啊，俾個手指公 ，yes。Thank you，唔該，我哋嘅大會攝影，再望一望我哋後邊嘅傳媒朋友啊。OK， 好，望埋我哋 ，thank you，唔該晒。跟住嚟咁多位嘉賓咧，繼續留步啊，因為我哋仲想咧係邀請埋，首先有我哋香港設計師協會副主席許信先生，香港設計師協會執行委員葉素文小姐，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執行委員曾家碧小姐，以及係我哋嘅海報設計比賽得獎者，包括係冠軍同埋季軍蔡嘉晴同學嘅，有請咁多位。好，咁我都加埋呢張相啊。係啦，最緊要我哋每位嘉賓咧都能夠望到我哋大會攝影個鏡頭，咁啊代表咧你個樣咧都能夠見到啊。俾個 like。OK， 我哋再望望後方嘅媒體朋友們。OK， 我哋望埋左手邊啊 ，yeah， 主席變咗個指揮家 ，Thank you， 唔該晒，再次熱烈掌聲，多謝咁多位出席嘅朋友，咁多位嘉賓啦，我哋亦都再次恭喜晒所有海報設計比賽嘅得獎者啊，多謝咁多位媒體朋友，多謝啊，再提一提大家啦，嚟緊4月19號星期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呢一度咧，我哋就會舉行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到底到時各個嘅獎項邊個能夠得到呢個？